来是新北市新店的安民街，是发生一件车祸，一台客停车突然间爆冲，弄到一个女骑士摔落去，伊是使倒退，然后搁向前来冲撞，弄到3台咧等红灯的轿车。 计程车为巷仔口准备正月，不过向车辆向前爆冲，就弄到顶仔卡一只机车，骑士直接倒落，不过这夹袂煞。计程车赶紧拔久，搁险啊弄到另外一只机车，搁向前弄到等咧等青红灯的车辆，最后规只车掉伫咧店家头前，轰隆的汽车驾驶嘛赶紧落车来看。 吊衰计程车车头的门把拢轰弄甲嗨起，轰弄的另外一只计程车零件嘛拢落去，警方嘛赶紧到场来处理。然后突然间没多久就蹦，然后旁边的小姐就叫啊！我来的时候已经看到她已经倒下去。车祸发生伫咧昨下晡3点外，新北市新店安平街。当时66岁单身司机为巷仔口正月爆冲，先弄到廖姓女骑士，摔落来把骨骨向前弄到等咧等青红灯的3只汽车，女骑士轻伤送医。那司机事后表示，敢若是因为车辆的机械故障。平常这边有时候等红灯会有很多摩托车啊，所以他们昨天那个状况算是很幸运。计程车驾驶沿安民街3巷右转安民街时，疑似车辆故障导致爆冲，致撞击现场3部汽车与1部机车。警方初步排除驾毒、驾酒洗车的状况，计程车伫咧闹区爆冲，甲袂少人惊到。加在女骑士敢若轻伤，阁有车顶斗挡掉，才无互伤亡扩大。不过后续的赔偿可能嘛，互司机一粒头2粒大。 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